Hello， 大家好，我係飛龍。大家開始聽之前咧，俾個 like 我哋先啦。你哋每一個 like 咧，都對我哋好重要嘅。好，大家好啊，今日2026年6月17號啊。咁呢一單嘅新聞啊，就有關啊80歲嘅資深嘅電影人啊黃百鳴啊。咁我見佢今日就會撤銷保釋啊，因為早前係因為內幕交易罪啊，就被判監5個月啊。當時咧佢就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啦。不過今日佢就去咗西九龍啊裁判法院申請撤銷保釋，仲要獲批添啊！而裁判官啊高偉雄啊，仲下令啊即時收黃百鳴監添啊！咁所以今日想分析下呢一單事件啦，同時間想比較埋可伯啦，因為原本可伯就應該係坐監先過黃百鳴嘅，但可伯就不停喺度玩拖字訣啊，一時缺席聆訊，收尾認咗罪咧，又話無啦啦申請保釋，當然被拒啦。跟住又話申請法援狀押後，即係佢兩個雖然個年紀就差唔多啦，但咧一個咧就選擇就揀坐，一個就選擇揀等啊！咁最好笑啊，可伯本身都已經喺收押所裏邊啦，點解唔直接快啲判咗坐監咪算咯？搞到時可伯都唔知會唔會個官覺得佢玩嘢而加佢刑添啊！好啦，首先就講一講下黃百鳴呢一單案嘅前因後果先啊。本身個案件就源於喺2017年8月至10月啊，咁當時黃百鳴就係時任天馬影視文化控股嘅有限公司主席啊，當時就洽商賣盤期間就掌握啲內幕嘅消息啦，然後就透過 WhatsApp 就向自己嘅妹妹發送明天低過0.2就仲買呢個指令仲開出合共200萬嘅港元支票而之後妹妹真係以低價購入總值160萬港元嘅天馬股份後尾天馬真係公布賣盤啦，而佢妹妹亦獲利103萬港元好啦，咁收尾呢件事件經過審訊啦，咁裁判官喺上個月22號就已經裁定咗黃百鳴內幕交易罪成就判囚5個月仲罰款9.9萬港元咁仲要另外向證監會支付37.4萬港元做調查費用而裁判官亦嚴斥呢啲行為係嚴重損害公眾對證券市場嘅信心所以當時就判處就要即時收監希望起到一個阻嚇作用啦。咁收尾黃百鳴就獲准以20萬港元保釋等候上訴就偏偏今日咧就話申請撤銷保釋但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佢一路都係話撤銷保釋咗，就冇話撤銷上訴咁即係有機會撤銷保釋之餘，其實會繼續上訴一邊上訴一邊坐監呢個咩玩法嚟啊？其實講真黃百鳴呢一單案其實高官之前講過基本個量刑起點咧應該係有成9個月不過就考慮到黃百鳴本身80歲兼且受查嘅時間都長達8年半而且黃百鳴本身對服務社會都好大嘅貢獻咁所以先至喺個酌情度先減刑到5個月好啦，如果佢堅持保釋等候上訴啦，咁通常都起碼花幾個月先搞完嘅，甚至大半年即係排嗰個審訊但見佢一路我都覺得佢上訴最終俾高院駁回個機率都非常之高即係維持原判，其實個機率都非常之高若然嗰陣時先至去坐嘅，咁有可能對一位80歲嘅老人家嚟講預期係咪都坐啦總好過而家呢段時間一路承受一啲沉重嘅心理壓力啦。俗語都有話嘛，長痛不如短痛不如早啲服刑算啦。因為本身5個月150日若然佢到時行為良好再扣除一啲假期之後有可能可以獲得成1/3刑期扣減諗下150日扣完之後咪有人只係100日咯，咁即係有人坐3個月多少少啫。好，若然而家6月中旬可以入獄的話，扣除假期啦，咁基本上即係9月底有人中秋前後就已經可以出獄咁實際個刑期其實都係算短喎。咁預期花咁大筆錢律師費打一場勝算極低嘅上訴即係而家呢個抉擇都有機會係無論係成本或者時間效益度
都有人比較划算嘅一件事啊。咁到時錢又使咗，時間又嘥咗，又無啦啦坐多咗，咁所以我諗最後黃百鳴同一啲資深大律師嘅團體啊，評估過呢單案嘅得失啊，所以就今日當機立斷作出呢個決定啊，就及時止蝕啦，諗住可以。即係老實講，即係雖然而家佢要俾20萬保釋金啊，但對佢嚟講呢啲都唔係咩錢嘅啫。但時間啊，同埋一啲心理包袱啊，咁樣反而唔划算啊。同埋而家佢咁樣選擇咁樣做啊，即刻覺得啊，都有翻啲承擔喎，個人都型咗啲喎 ，man 咗啲喎。即係相比可伯啊，即係成個歸宿咁啊，真係怪唔知啲人成日用烏龜形容阿可伯啦，真係。原來佢真實上嘅性格都係咁。我終於可以 confirm 啦，阿黃百鳴真係佢只係放棄保釋啫，冇話放棄上訴嘅。因為睇到有啲新聞有補充翻啲內容嘅。咁而家撤銷保釋啊，完全因為啊，基於個訴訟策略啊，同埋實際嘅刑期計算嘅考量啊。咁首先咧，好似頭先我之前咁講啦，避免坐一啲冤枉嘅監啊，因為當中刑期可以扣減嘅啫。行為良好，其實有人坐咗3個月多少少就可以出獄嘅。同埋最主要啊，喺高院啊處理上訴排期啊，往往係需要幾個月啊，甚至超過半年時間嘅。好啦，如果佢繼續保釋啊，喺外邊等上訴啊，就會情況 A 上訴失敗嗰時咧，到時俾人捉翻入去咧，真係要坐翻足5個月嘅。好啦，另外情況 B 啦，上訴刑期已過啦，好啦，佢就到時選擇入去坐的話咧，咁喺上訴聆訊裏邊啊，4至5個月後先至開庭啊，到時佢可能咧都已經刑滿出獄啦。好啦，咁而家邊坐邊等啊，個策略係咩咧？就好似話齋，實際啊服刑期間咧嘅時間係短咗嘅，因為先入獄服刑嘛，真係。好啦，到時如果上訴開庭時係已經出獄啦，而法庭最終啊裁定佢有上訴得直啊，贏咗個官司啊，咁佢就可以完全洗脫佢嘅罪名啊。雖然都坐咗，好，但如果上訴失敗啊，咁佢刑期都係因為都坐完啦，咁唔需要喺未來日子啊就承受啊隨時去入去坐監啊嗰種心理嘅壓力啊。因為根據香港啊裁判官嘅條例啊，同埋相關刑事嘅訴訟嘅程序啊，只係法定限期內啊遞交上訴嘅通知書啊，被告人啊無論身處監獄內部啊，或者係外邊保釋啊，上訴案都會按程序去審理嘅。而主動撤銷保釋啊，僅只係代表佢咧放棄咗喺監獄外邊等候審訊嘅自由啫，就並唔係代表佢啊承認呢個裁決啊，或者放棄推翻控罪嘅權利啊。即係某個程度上，阿黃百鳴覺得要保住個聲明都仲好緊要啊。反而入去坐，因為時間短啦，佢都覺得冇咩嘢啦，算數啦，真係。咁或者係入到去可以專心寫一個劇本啊，咁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嘅。同埋我話齋係好似而家有啲監就係入到去有得夾 band 嘛，啫。咁入去咪同人唱翻幾個月歌咯，跟住咪再出翻嚟咯。不過都係啦，我都係覺得本身個勝訴理由其實都係好弱啊，除非你揾到啲新觀點去上訴啫。所以不如入去坐住先啦。都係嗰句啊，橫掂好大機會都要坐啦，費事喺度日日飽受呢啲心理壓力啦，同埋出邊啲公眾嘅輿論壓力啦。咁呢方面我覺得係真係處理好過阿可伯好多啦。同埋一直我都覺得啊，呢單嘢啊，你上訴要推翻啲定罪嘅嘢啊，個勝算真係其實好低啊。因為好多時啊，一單案件啊，上訴得唔得直啊，主要睇2個方向啫。第一就係法官對法律條文啊有冇一啲理解錯誤咧？即係法律論點裏邊。第二就係法官啊對事實啊同埋提供嘅裁決啊係咪犯咗一啲明顯嘅錯誤呢？即係喺事實論點裏邊。而黃百鳴呢單案本身咧其實都係比較難打嘅，因為控方基本上係掌握咗一啲鐵證啊。而之前見阿黃百鳴喺庭上嗰啲所謂嘅辯解啊，喺法律邏輯上嘅其實存在啊極大嘅漏洞啊，咁導致啊上訴空間其實我基本上一路都覺得係封死嘅。即係首先佢 WhatsApp 嗰啲信息啊，就有鐵證啦。雖然佢就嘗試話唔係咁解嘅，或者想講反話嘅，咁但係法官完全唔信嘛。而當時黃百鳴又真係開咗支票俾佢個妹嘛。咁雖然佢事後有解釋，咁但係你話個官信邊個多啲啊？係啊，好難。佢話盡買嘅意思啊，等於反話嘛。因為個官都講過啦，如果你面對面啊，有可能喺個眼神啊，或者表情上啊，都仲知你講反話。喂，但係喺個 WhatsApp 對談裏邊又冇表情符號的話，點知你呢句說話係反話？同埋好多時啊，啲所謂嘅上訴嘅嘢咧，
大部分都係失敗嘅。點解？咁你最初問律師冇得打，佢實話有得打噶，唔都話冇得打，咁啊咪賺少咗啲錢，即係在商言商，佢實話有得打嘅。咁另外有冇機會係一邊上訴緊，一邊咧又繼續坐緊咧？都唔出奇嘅。不過好似話齋，若然阿八明哥入到去監獄裏邊嘅行為良好啊，有一個上訴未打完，佢都已經坐完啦。同埋我唔知而家去坐嗰個監獄有冇得玩啊？以前啊，我試過幫啲監犯啊喺赤柱監獄裏邊啊，幫佢哋錄歌啊。因為赤柱個監獄裏邊啊，係真係有得夾 band 喎，齊晒器材喎。我講緊20年前喎，照計而家應該發展得更好喎。所以然後阿八明哥入到去，有人都唔怕悶喎，仍然有人同喺度夾 band 唱歌喎。哇！相比之下，阿可伯啊啲心理質素啊，同阿八明哥真係相差太遠啊。不過睇翻可伯，佢今次要坐啊，某個程度上都係自己攞嚟啊。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單殺陳水嘅案件啊，當時判咗就緩刑啦。但佢當日都好犀利啊，有人1個月內到又整多單嘢，咪就係青田村同河馬湖站啊。呢單嘢原本係可以避免噶，一時又唔知個腦跳咗咩掣做啲咁衝動嘅嘢啦。咁本身陳官都提咗可伯啦，佢呢單嘢判刑咧就無可避免啦，因為之前喺保釋期間你仲整多單咁嘅案，跟住仲要喺認咗罪之後，再加埋啲咁多小動作，即係嗰啲咩申請保釋啊，又話要揾法援咁樣，所以最後咪俾陳官話佢咯。喂，法律程序唔可以俾你朝從暮採三心兩意啊。其實最初我記得法援都好似係拒絕咗可伯噶嘛。老實講，今次就算揾個法援過嚟咪至多幫你做一啲最後嘅求情，點都冇可能推翻呢啲罪行啦。不過可伯同河馬一樣總係明明冇事，總係要搞啲嘢出嚟嘅，所以搞到我哋講咗2年都未講完嘅佢啲嘢。咁最好笑啦，上次可伯仲要對住個官講話從輕發落咁當時個官仲提醒可伯多一次，喂，已經被裁定罪成即係提佢千祈唔好再無啦啦改話唔認罪因為當時係要咁樣問要睇下可伯係咪仍然係繼續確定自己有罪嘛。其實睇到黃百鳴同可伯兩人嘅態度同埋邏輯觀念都幾簡單下，即係有可能喺黃百鳴嚟講5個月嘅監禁拖嚟拖去，最後咪又要坐。與其喺外邊一路心掛掛擔驚受怕，咁不如早啲入去啦。咁到時候可以早啲出嚟咁始終80歲人時間最寶貴好啦，相比可伯咁而家都喺個收押所裏邊啦。有陣時都唔係好明可伯好似拖低一日低一日同黃百鳴而家個處理嘅事件作風好唔同啦。黃百鳴有人覺得，與其等運到不如自己先行咗出嚟啦。起碼我而家覺得黃百鳴都係一位有承擔嘅人就唔係好似可伯啲舉動朝從暮坐老實講，法庭唔係遊樂場嚟噶，法官亦唔係你阿媽今日唔判聽日都要判今日唔坐聽日都要坐即係始終呢個可伯同黃百鳴比較呢，咁我當佢都係一個罪行啦。咁好明顯黃百鳴嗰單 case 就係白領犯罪啦。咁可伯嗰個就係暴力犯罪一個呢就係有可能有錢請律師就解決得到可伯嗰個就要靠法援先至解決得到仲要法援唔知批唔批你咁我見啲網民都讚黃百鳴話佢夠醒目嗱諗撤銷啲擔保快啲坐完就出翻嚟仲有機會可以過中秋節添即係起碼唔會好似河馬咁蠢成日覺得自己走得甩日日就話俾人聽又話自己冇罪即係有啲嘢都同可伯幾夾可伯就猛咁叫個官從輕發落，河馬直頭話自己冇罪。不過可伯點可以同黃百鳴比人哋話晒點都係上市公司話事人可伯又講到自己以前係個450萬自己搵若然真係的話真係唔係好明你而家啲能力係低到咁嘅 level 嘅，所以都唔好怪啲網民一路都唔信啲錢本身係可伯自己搵翻嚟好啦，歡迎各位觀眾，你哋都可以留言你有咩睇法都可以話翻俾我知若然中意條片俾個 like 或者分享出去
好啦，今日新聞就講住咁多先，遲啲再分享其他新聞，係咁，拜拜。